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9点，即马正在进行。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伫第一场的辩论互相插嘴插枝，所以伫这一摆无论着你讲话，麦克会互关起来。 Hopefully he's going to play by the rules. Hopefully everybody's been tested. Hopefully it's all worked out this way the rules are.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hank you. 美国大选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是在田纳西州贝尔蒙特大学举行。这场点半钟的辩论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家庭议题、种族问题、气候变化、国家安全甲领导力这6大议题来做辩论。 甲前一场的辩论上大无同是即摆，若无论着你讲话，麦克会互关起来，避免亲像顶一届辩论到尾啊，哪亲像咧冤家背高高的场面。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上下尾决战，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消息几若天，拢在传辩论。伫今仔日。 这场辩论进前，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有替拜登徛台。奥巴马是批评 Trump 分裂国家，无在调伫疫情当中保护美国人。I get that this president wants full credit for the economy he inherited, and zero blame for the pandemic that he ignored. But you know what? The job doesn't work that way. So Joe's not going to screw up testing. He's not going to call scientists idiots. He's not going to host a super spreader event at the White House. 离投票日无到2礼拜，民主党内上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开始积极为前副手拜登邮票。伊头一站就选伫家己捌连赢2届，4年前却互川普淡薄仔差距反转的宾州。伊穿拿下子伫费城的户外汽车大会顶台，批评川普分裂族群国家，将北京当作真人秀。 道理摕到利益的人，呼吁在中产阶级承担总统无能的后果。伊呼吁支持者票日归，用压倒性的多数，互川普对败选无话讲。But I did hope,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that he might show some interest in taking the job seriously. But it hasn't happened. The only people truly better off than they were 4 years ago are the billionaires who got his tax cuts. Right now, as we speak, Trump won't even extend relief to the millions of families who are having trouble paying the rent or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总统大选投票前最后一场辩论，当地时间2日就要登场。拜登闭门3天，专心准备。由奥巴马护盘宾州，伊刷落来将转移关键的佛罗里达州。副手何金雷是伫北卡州做事。路透社民调显示，拜登伫这2个州拢淡薄领先。另外，川普伫北卡州的造势大会上，真看轻奥巴马，讲当年伊强烈复选的希拉蕊，嘛是家己手下败将。较早也补办最后一场辩论会，对家己无公平。 I think the mute is very unfair, and I think it's very bad that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They're supposed to be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and I think that the anchor is a very biased person. Her parents are very biased. 选情紧张的佛罗里达州当局当咧调查选民恐吓电子邮件，要求将票投予川普总统的案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表示，俄罗斯甲伊朗处理选民的资料，想要伫选情影响舆论，用来煽动社会不安，迫害人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强调，美国选举系统有完全安全，也已经做好外部干预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台铁搁突锤，台铁的电务处长周祖德，甲台铁的员工林昭正做不实的招标书，互行建商，互建商加赚500万。检方第3方发动搜索，约谈15个人。经过透明新闻，透早有4个人互交保。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是法院会还我公平。只是希望你们媒体以后在报道的时候。 多报道一些小虾米的相对的心声，用平衡报道。以30万交保行出地检署面对媒体，华信公司负责人苏成达一直发冤枉，因为台铁标出不实的招标案，华信就是被护航的建商。
色暗的代替人员就是这位穿乌衫、挂水暗的现任代替电务处处长周祖德。伊被指控伫2008年，甲承办人员林昭正利用经手代替一文化计划，成功占场改建工程的土建部分，以进度严重落后为理由，单方面停止已经得标的各项营造，搁再重新发表制作不实的招标书，并且铺布误算，互发生营建工程得标发生就安尼加赚500多万。检方伫咧离离发动搜索，并且约谈周祖德，抑个发生的负责人苏成达等15个人到案说明，因为周祖德甲林昭正目前也是代替员工，所以专案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抑个伪造文书侦办。经过透明的侦讯，包括周祖德、林昭正、苏成达等4个人，拢以30万交保。代替发声明表示，这件案件重新招标，一切拢按照采购法办理，终止各种的契约符合相关规定，会全力配合检调侦办，希望司法赶紧查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正人小姐煮预防蛇，即马伫咱台湾冒发生煮毋对的情形。台北有一个民众去煮着消炎的针，若有一个红婴仔煮完流感预防蛇了后，规身躯开始咧喘，好加再送大病院有医治好势。他说是把疫苗的钱退给我，可是我觉得我在那2天连假那么好的日子，那2天就只能躺在床上。想起去用煮毋着蛇的经过，细心的女性就感觉真生气。伊找到去一间诊所自费来煮流感疫苗，护理师煞无甲伊确认名，就甲要替别人煮的消炎针煮伫咧伊身上。第2届则是摕流感疫苗来做，害伊规个人拢无爽快，敲话福部192的电话来通报。针对这件代志，诊所表示专案交予卫生单位处理。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台北市卫生局会继续了解。新北市发生查某婴仔煮流感疫苗了后，出现无自觉得喘的状况，好加在伫咧警方开导之下，8分钟以来顺利送去病院，好加在无代志。是没有昏到，是意识模糊，叫他都没有反应这样子，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就赶快要送去那个医院嘛。他不是抽搐，他是不自觉抖动，也没有持续很久，大概10分钟、20分钟左右。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相关？可是后来到了医院之后，也都还不是太大，都没有什么太大，所以后来处理了之后他就回家了，所以后续也没有通报，我们还会再去了解。另外，面对大家抢要煮公费的流感疫苗，到底倒位也有库存通好煮？卫福部处长石宗良表示，指挥中心建议要照翠暗地图网站提供民众来查，看卫生所还是社区设点倒位有疫苗通煮。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霜降，露水会结霜，代表天气愈来愈寒。另外，要提醒乡亲，根据绿岛气象站的观测，早起绿岛透7级风，所以目前绿岛的海墘仔甲岸边的风景区袂使挖紧。接来看今仔日上新的云图，受东北季风增强甲风态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北部、东半部甲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伫金门甲马祖是侪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中华以北东半部天气较凉冷，高温只有22度左右。若花莲台东高温大约是25度到26度，中南部日时高温也有27度到30度。另外入秋了后，头一波的霾害今仔日会开始影响咱台湾，伫北部、中南部空气品质拢是甘仔色的提醒，空气污染会一直影响到明仔。咱台湾目前咧欠水，若准台南的前文水库到11月份水库拢无雨水，安尼12月份台南就可能爱降低水压来限水。水利署嘛趁最近天气咧变，赶紧做人工湖。水库的工作人员日下晡透雨来放叶子，空军早起嘛派2只运输机来水库点管压水，执行空中净雨的作业。桃园石门水库的坝顶，今下日规工拢是38雨，拄好会当帮助降雨甲人工净雨。水利署嘛头一届以无人机进行空中人工净雨的试验。降雨量不足，那导致水库水位的部分呢，较往年来讲大概减少了1亿吨左右，蓄水率大概是46.58%。
那今天刚好是因为有这个封面来，所以我们就接到通知了以后呢，就在水库里面做人工整理。南部今年6月份到9月份，各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无甲淹过6成。曾文水库加上乌山头水库，敢若2亿1千万吨，到年底秋冬暂留预计用水1亿吨。若是照常提供灌溉，水库可能会大底。曾文水库来讲，都已经这样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民生供水也不容乐观。那可能真的不行的话，如果在10月，现在已经10月下旬，到11月再没有任何的雨水进账的话，可能到12月，搞不好就要减压供水。目前南区水资源局已经启动南水北送的计划，逐工送10万吨稳定的南部用水上北。不过，因为今年是台湾40年以来降雨量上少的一年，中央甲地方政府当在想办法来解决欠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高庭昨昏发出公告，声明讲要甲中国签主教任命临时性的协议，要延长2档。意大利媒体之前有报讲，中国甲梵蒂冈有可能伫2档内要正式建交。不过高庭的公告当中，并无讲到任何甲中国建交的代志。来看《苹果日报》。中天新闻台换接召的听证会后礼拜1要举行 ，NCC 有话话要邀请因董事长蔡衍明去参加。蔡衍明昨昏表示讲，伊愿意参加听证会，不过前提是 NCC 爱提供完整的资料，而且爱互伊有够的时间会当讲话。NCC 是回应表示讲，欢迎伊去参加，不过发言的时间仅5分钟。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政府初步规划讲，若是1礼拜内出现超过15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安尼新历的过年暗的暗会就会改做线顶的直播，也是要停办。不过这15例确定病例，敢无包括境外移入的案例？台北市政府的讲法是改来改去。早暗详细的说明，讲这15例是无包括境外移入的案例。咱国内昨昏又搁新增加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定病例，是对印尼、菲律宾同年期入境的，有3个是外籍移工。另外，日本即马要实施短期免检疫的商务人士，咱台湾人会当入境日本。指挥中心表示，若准咱台湾人对日本转来，同款嘛爱居家检疫14天。国内新冠肺炎各新增4例境外移入病例。545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10月14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症状，也毋过集中检疫期间出现头晕、食无啥会落、全身疲劳，就医采检才确诊。546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去年到菲律宾工作，10月13捌出现上半身骨头会痛、淡薄仔扫。鼻无啥有的情形，也毋过无伫当地就医。10月20转来台湾时主动通知，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547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10月7来台工作，入境到打无症状，14天检疫期满前采检才确诊。548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过去2年伫土耳其工作，10月13因为工作来台，入境时无症状，检疫期间出现流鼻水、疲劳、鼻无、食无味的情形，经过就医采检才确诊。特别注意的就是546例骨头会痛，是国内确诊个案中头一摆出现症状，敢是甲新冠病毒有关系，也有待确诊。到底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有关，还是说它是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很难去说明。对。此外，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打算后个月起开放，包括台湾在内的30个国家地区的商务旅客入境3天免提出检疫的措施。对此，指挥中心表示，这是日本单方面优惠措施，民众等来台湾了后，也是爱提出检疫14天。另外，咱国经济泡泡模式也在甲经济部研究中。我们也在拟一个经济泡泡，不过那个都还在研拟当中啊。嘿，那有没有限定国家？应该这个部分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当中。指挥中心表示，或者渔港检疫期满，采检阳性确诊个案累计有9例，全台确诊人数累计有548例，分别是456例境外势力、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蓝队加1例不明。确诊个案中有7人死亡，497人解毒隔离，也有44个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100多万例，死亡人数有113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48例。中国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2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95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65万例，印度超过770万例，巴西超过529万例。伫欧洲国家西班牙、甲法国，即马拢已经超过100万例；伫英国是超过81万例。来关心伫即个世界上不幸的囡仔，也问即个国家有6年的时间拢在烧战。今年开学新的学期，学生囡仔爱烦恼炸弹，爱烦恼地雷才危机，而且上课的教室嘛爱烦恼讲随时拢有可能会倒去。也门的第3大城太子当地的阿尔维达学校是10月新学期开学了后，唯一也会当用的教学场所。开学迄天，学生先伫拢是喙石仔的运动场集合，做完新点操，搁行上楼，做一个空地啊，坐伫涂骹，这都是因的教室。学生无倒来椅啊，老师嘛无黑帮。这间客人的教室的后壁啊，都是一个已经落落的大坑。也毋过上危险的，也毋是建筑物本身的结构。انه في مخاطر قويه جدا كانت اولها كانوا نعاني هنا برضو كان المنطقه فيها الغام ثاني حاجه المبنى المدرسي مهدم كما انتم شايفين الان وشايفين الان في مكان خطوره يدرسون 即马阿尔维达学校是500名学生的知识来源，老师用村的牛条做黑帮，学生认真的抄写，下课都背着倒去的壁落楼，看起来趣味，也毋过老师却非常烦恼。500 طالب في مدرسة الوحدة ميلات يدرسون تحت الأنقاض ومعرضين للخطر، فنحن نناشد العالم ككل ورجال المال والأعمال بأن ينقذونا لأن المدرسة آيل إلى السقوط. 根据联合国统计，也门6年战火已经致死330万人，无依无靠，2400万的人口中，超过8成需要外靠援助补助过生活。就连西药剂的病人，拢需要面对因为电疗不足，随时可能伫西药剂的过程中病院断电的处境。联合国更认为，也门是全球人道危机上严重的国家。战火年代造成700万学龄学当中的200万人无册通读。全国2500间学校已经无法度使用，除了遭受战火摧残，有一寡是风摕来当作民众的避难所，剥夺囡仔的学习权利。战火无情，看到也门，这阵囡仔的处境，更加应该感谢咱的囡仔有安全学习加成长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早起即马正在举行，引起全世界注意。目前美国已经有3000万人完成提早登票。白宫表示，总统川普拜六的时嘛会去佛州登票。来关心英国昨宣布要开放有 BNO 的香港人，会使伫明年1月30日开始申请 BNO 的居留签证，而且未拒绝互定做有案底的抗争者去申请。美中的关系紧张，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特是表示讲，若准美国重新伫咱台湾驻军，安尼中国有可能会要求甲美国断交。来关心中国军机昨早又搁飞入来咱的西南空域扰乱，为了协助咱台湾防卫家己，美国即马嘛宣布讲要搁卖军事武器予咱台湾，而且这一摆的3项总金额是18亿美金。这个消息一出来，中国是表达强烈的不满。台海局势不安引起美国高度关切，国务院一捆批准3笔总计18亿外美金对台军售，包括11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35粒精天型巨外力攻飞弹，6粒 F-16，信息征召结称。这次呢，也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8度宣布对台的军售。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且也感谢美国政府以具体的行动来履行《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等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表达强烈反对，要求美国撤销对台军售案，甚至恐吓枪声做出必要反应。不过，美国击败卖的先进武器，像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会当搭载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增加国军反制范围。若是部署伫离岛金门偏湖，会当直攻中国内陆的军事据点，此外 F-16战机挂载精挺型巨蛙陆攻飞弹，射程达到270公里，会当攻击中共军舰甲陆海目标。F-16将接击成强化战机，尽速满足台海作战需求。假设我们未来把它前进部署的话，那当然这个我们的对就是等于深入中国大陆内陆打击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那当然这个可能他们的反应就会比较剧烈。专家认为，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即摆军售案有重大意义，让国军倾向化被动为主动，也毋过避免吸到中国敏感神经武器安怎部署，需要审慎评估。海军司令部2礼拜定伫西南空域进行操演，攻击也当伫咱国西南空域。国防部证实，咱国国军利用雷达飞弹继续监控。有7点10分，是几台？一架。啊，一架什么飞机？无人机。针对攻击定交台，国防部统计，到10月初7，空军出动2972架次对应攻击；到10月21，已经累计出动4596架次，短15天增加1624架次，显示空防压力增加。国防部也指出，共军演训变成常态。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威胁，国防部有提出后备战略改革方案。咱国防部长严德发是表示讲，只要总统发出动员令，安尼26万的后备军人就会报到。佮加上即马185000个现任的官兵，拢总有45万人，会当成做咱国家头一批国防战略。台海情势一直压悬，国防部长严德发22日去立法院做提升后备战略的报告。面对立委问讲台湾后备战略动员的状况，严德发表示，只要总统下动员令，26万外的后备军人就会报到，加上185000外的现役官兵，拢总有45万人，会当加做第一时间作战的主力。这一声令下26万就报道，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军职如果18万5的话，对，这2个加起来是我们防卫作战的第一时间的总兵力。对。所以这个总兵力，这个是我们的主力嘛。所以部长，45万的动员我们没有动过，你的汉光演习没有动到45万，不可能。这个是111年。你是说还没有？是，我们现在在规划。是，所以抱着我们刚刚讲12万人。我刚刚在问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过去没有动，然后你现在要来检讨。立委建议国军应该要检查全部动员的情形。国防部考虑未来增加调训的规模。因来严德发嘛讲，军事训练的役期延长，颠倒会互战力倒退。目前也是依期无兵制，按算年底会当达成9成的目标。另外，军事训练役训练的强度正在受到质疑。国军提出解决的方法，要甲城镇战的训练包括在内。严德发甚至认为讲，女性志愿役的军人比军事训练役的战力要更较悬。前依法。士兵是要纳入，但是军官跟士官他是自己来选择，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对不对？因为法律当兵的要纳入，但法律是这样，军事官的不用纳入。我们现在正在修法，但我们现在在评估。你们在提到4个月的军事训练、教育召集训练，乃至于未来的后备编管里面，都以城镇战作为重点，作为核心，没错吧？没错。针对教调为5天至7天，延长到14天，国防部表示，这个期间会当休困2天。国军根据教调请休假的办法，受到教调的后备军人，若是违反规定，会以甲现役军人同款的方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哪有遮喊过的代志？这是新闻内底不时拢有高级车行弄到的新闻，结果竟然有的是假车号。伫咧办理理赔的保险公司怀疑有问题，警方嘛去调查，结果发现讲有汽车修理厂专工去买二手车来做假是假车号，要骗保险金。2年多来，全台湾有11间保险公司，47个车主受害，乌心钱嘛赚超过4000万。轿车像保龄球高速弄到头前的车辆，最近不少保时捷甲双 B 名车因为发生车祸，车头全弄坏。登伫媒体，不过原来部分的案件拢是假车号。真早起，警方破获一间汽车维修厂，专门以假介绍买二手名车制造车祸假象，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诈领保险金，谋取暴利。我们4月的征收发现这个犯罪集团它主要的手法是以低价
低价来收购重大事故的名车或高级的轿车。那等待那个契约生效之后呢，这个集团主嫌会指派小弟，那专责的驾驶的车手去驾驶上述这些车辆，在夜间在街头高速冲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基例，台北有一台型号凯宴的保时捷轿车，头一摆冲浪安全岛申请到80多万的理赔，虽然第二摆佫发生假车祸，保险公司发觉无啥着无受理，不过第三摆车就被开入台南的渔村啊，领到216万的理赔。警方讲，2年来全台11间的保险公司拢总做着诈领。那这样撞上去的时候，这一台车，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双 B 或 Lexus 的高价车，它这样子撞的话，因为它前面的那个车子会启动那个防护的机制，它安全气囊会全爆，对它来讲是安全的。警方搜证完成了后，21家900名的警力，分几路逮捕姓王为首，拢总22人的犯罪集团。初步估计，诈领金额超过1000台票4000万，有17名无辜车主受害。除了诈欺罪嫌，车辆制造假车祸的时阵，司机一直弄路边的车辆，也可能对用路人造成生命威胁。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有3个香港的少年家伫假过时来咱台湾佚佗，有甲咱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理事长杨月清，甲一个姓苏的媒体人做伙见面，做伙食饭。因食饭的相片，因食饭的时嘛互偷翕，相片是刊伫香港的报纸。不过因为因是咧餐厅，算是公共场所，所以上暗尾偷翕并无罪。香港大公报甲文汇报的标题讲，3个港青来台湾被会蔡总统，入营的时间是伫咧去年1月份。若是画面内底去互翕的，就是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杨月清，甲一个姓苏的媒体人，2个人因为去互偷翕，提告妨害秘密。台北地检署查出偷翕的是过来一间真有名的电信社，不过落尾对11个员工是无起诉。这个判决互当事人杨月清是无法度接受。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餐厅吃饭的，我们在餐厅吃饭，我们就可以随便被人偷拍，他们一张照片都没有拍，你相信吗？北检随忙批评电信社道理替中国来做代志，不过认为讲相片拢伫咧公开场所，而且无受伊非公开活动甲妨害秘密的个性要件无符合，所以无起诉。若是这间去互点名的电信社是无愿意给说明。有相关的发言人吗？那没办法呢，因为现在他们都不在。商务征信、法律咨询、寻人查职，各方面都需要我们来做。社工除了感情，啥物拢会当办，不过电信社向检方表示，是接受一个姓李的，家己讲是香港侨生的委托，伫台湾找电信社军总监督工程。若是一个姓李的工程，嘛有台湾的居留证。陆委会表示，若是情节严重，无排除撤销。如果情节严重，不排除予以撤销或废止其居留许可。我们也要呼吁在台的港人自重。若是真侪公民团体早起嘛公开呼吁，中国随家伫咧今年8月份拿手占到来台湾6年的12个香港人放出来，而且停止秘密关押等等的7项诉求。极度不透明的司法程序，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恐惧。公民团体表示，目前关押伫要满2个月，台湾的公民团体嘛要伫咧25发起挺香港的游行，嘛呼吁台湾政府面对所有想要来台湾找找援助的香港人，拢会当建立一套庇护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政府是三宝宫甲新北市做伙摕到2005年世界总联运动会的主办权。这个饮料店的店员，哪做婚姻年地，哪做大量的训练，甲运动比赛结合台湾的文化。台北市长郭文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甲运动员做伙出现，拢是为着宣传2025年世界总联运动会。新北市确定争取到主办权，会头一届以联名的方式举办国际运动比赛。我化妆都不像柯文哲。没啦，你这缘投你吧。郭文德人面册嘛铺宣传片幕后的影片，内底讲2个总联的男性伫咧相争，是敢有缘投尔？强调台北甲新北合作比竞争较济，嘛想要互最近双北捷运环状线的问题较短好一点啊。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日表示，这届是台北市主动邀请新北市合作，伫上尾争取办理的3个城市内底，双北拍败法国甲澳洲，摕到主办权。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总会的执行长他亲自到双北这边来做一个实地的访视。我们赛会已经定在2025年的5月17到30号。
蔡炳坤表示，相关合作的模式比较细台湾来进行，开模式规划伫台北大巨蛋举办，也那闭幕典礼是伫新北市美丰运河。目前巨蛋的工期跟工进，那的确会是在明年年底会竣工。关于筹设这个壮年运动会，在工进时程上是绝对可以来得及的。世界壮年运动会是国际性多项目的体育比赛，4年举办一届。2021年的比赛是伫日本关西举行。参赛者上低年龄要求伫25岁至35岁之间。世壮运是台北市伫2009年听奖奥运，甲2017年世大运了后，第3届承办国际运动比赛。外界解读讲，郭文德卸任进前要拼政绩，举办世壮运，嘛要互大家会记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花莲日出乡下大道，景观工程已经进入第2阶段，不过有部分的路段路面悬悬低低，差一眼差要40公分，互在地民众是真不满。这个县府开5亿，工程的品质哪会安尼？县政府当咧兴建的日出乡下大道，虽然花公桥路边已经铺好啊，不过福建街甲南京街路段路边悬低落差竟然有40公分，附近民众无法度接受这款的工程品质，希望县府修正。大家都不满意啊！每一个游客来到这边就说：“哎，什么路会变成这样的路损？所以段路脚好像是登跌卡了，走惯了以后，那个这个髋部一定会受伤的啦。有一点小落差没有关系。啊，这个斜度整条的话是要考虑看看啦，是要修正一下是。花莲日出乡下大道是前县长卜坤奇所规划，开5亿要打造一条千年北海马路，首要工程就是要将原本的红毛溪砍挂。结果所台讲比两边路面悬，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悬低落差，今嘛要改真困难。当初香涵的施设是按照我们下游端，就是南滨抽水站的前池它的高层点，然后往上去拉顺的，所以香涵如果说往下降，会造成一个逆坡的一个现象，那会造成这个回水倒灌。产业香涵的话，就对结构物造成很大的损伤了。因为已经无法度改按讲，附近民众这期工程要安怎检修？未来若讲发生车祸，那是因为公部门工程设计不当所造成的，会有各部的问题。对此，县府表示会研究改善，并且表示限速甲进出车种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日轮乡有一搭自然步道风景真水，不过说好小花山水乡这款食物全部拢暗掉咧。四环地社区的乡亲出动200人，做伙去割草，来守护这片风景。这天地无啊挂秋龙，做伙出动要来去日轮的自然步道，亲拄小花万得人，每一个志工的脚手拢真美丽。树啊拖死啊！嘿啊，这幼的才袂阁拖啊！嘿啊，咱的步道才会清气啊。除曼泽兰，因为这会拖去你面顶树啊死。小花万得人这种外来种，咧选田生炭真紧，话甲四界拢是影响树仔的生长，破坏生态。要拄这款食物，即天有撇步。是我咧撇步啦。啊，找伊个头，尽量找伊个头。刚扭电较无效，你找伊个头坐就死。啊，像呢较无要紧。啊，你敢若扭迄个电头扭无对有无？伊会搁活起。特别200个志工，就伫日轮啊这片保安林内底无因咧割草。这个所在伫落水溪南边，这片树林会当防止风飞雪危害，保护残垣厝地。直到社区志工来割小花万得人，出动真济台农用的车辆，就是准备要大量来监督再造。今天呢，已经把我们保安林内的所有曼泽兰已经几乎全部都清除掉了，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树木都可以见到阳光，可以让我们的树木长得更健全。这片四环地保安林，也是日轮的自然步道，内底有丰富的生态，是一条在地人共同出力来守护、用心保守的必备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长陈时中昨去大卖场看肉品标示示范区，针对产地标示敢爱统一。陈时中是认为讲，只要消费者看会清楚，安尼就会使。清楚标示，方便选择。为着要应用明年1月7日开放有来客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卫福部长陈时中来新北的大卖场，宣导国产猪肉标示的重要性，阁视察卖场的店家标示食材来源的状况。
因为外界指期讲各店家产地票市出现无同的状况，敢是应该统一，但是董事强调讲，若是会当互消费者看清楚就会使。是目前我们有提供一些标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标示，那厂商也可以自主的来做，那只要让我们消费者能够看得清楚就好了。业者推动用 QR code 的方式，把肉品都产地、包装甲运送等等的产销履历资料全部登记，民众嘛认为讲，更可以当确定买到的是国产肉品。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会对我们国内自产的猪肉比较有保障。其实人民心中有一把尺啦，他要吃什么猪，他选择什么，他自己会去做最适合他自己的选择。针对有关系政府的自治条例规定零检出，引起敢会甲中央政策违背的问题，但是董事表示，要看立法院审查法规命令的进程。立法院这边审查过了，我们才会有作为。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3个月内如果没有审查的话，那它就算是通过了。这个政策，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市民朋友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很多的疑虑，所以新北市政府事实上从9月开始，我们就召开跨局处的专案小组会议非常积极在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若是媒体问过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3项军售案，敢是甲内地进口有关系？但是中讲这是国防的问题，和国防会当变好，大家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仔正时行的气炸锅，有人甲合作电子锅，免插电、免油就会使煮物件，听起来应该较健康。啊，毋过即摆有一份调查是讲用电子锅的时，油烟竟然是无开排油烟机的1500倍。有学者是建议，若要用电子锅，嘛是爱抽风，安尼才袂影响健康。强调无加一滴油，只要将食材放入气炸锅，利用肉片本身的油脂，一个钟头轻松做好油煎料理。也毋过详细看机器的后壁，称出来烟其实就甲传统炒菜油烟同款，油烟的浓度比鼎前烟前的浓度较悬。我们炒菜并没有一个动力在里面吹油锅，没有把油锅的烟给逼出来。可是你用气炸锅，其实是把它用这种旋风的方式把它逼出来，就把它通通带出来。所以你带出来，当然那个油烟浮起来，它就被送出去，所以它的量相对来讲就不会少。虽然你用的油烟少，可它喷出来油烟可能更多。教授表示，气炸锅是利用风扇超高温热气向下面贯穿，透过空气循环，使食物呈现酥甜的口感。也毋过排出气体却会向顶面喷出，充满伫室内环境。就算开抽油烟机，气炸锅产生的油烟量是一般油鼎上悬达到13.15倍。另外，伫无使用抽油烟机密闭空间中放，油烟的浓度更加是启用前的1525倍，而且产生的细悬浮微粒比 PM2.5还更加细，是0.3至0.5微米，较会走到气泡内底，对健康影响更加大。这些油烟悬浮微粒上面的一些重金属物质、多环芳香烃物质，它会造成上呼吸道的发炎反应，使得哮喘或气喘相关的症状更容易出现。学者表示，不少上班族伫无抽油烟机的套房使用气炸锅，恐惊影响呼吸道健康，应该建议放伫阳台还是窗仔边。若讲住伫无窗仔套房，也应该用当冰巾放伫出风口附近的壁顶来吸油烟。也毋过千万毋通将出风口砍掉，以免温度过热引起火警。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恒春的民谣故事，宏改做现代剧来扮演。台南人剧团甲社港青年创作体做伙做一出半岛风声小放伴的音乐剧场，明仔载要伫台北演出，带乡亲咱先来看。首民谣为团老中青三代同齐演唱，表现出民谣伫恒春的传承和使命力。因是来自恒春的艺师，嘛是半岛风声小放伴演员。台南人剧团和社港青年创作体受屏东县委委托，共同制作一出民谣戏剧。剧团开摆一档的时间，伫恒春收集资料，记录过去民谣甲当地生活关联，用新世代创作者的角度，和民间歌谣透过剧场艺术的手法呈现。我们其实，在恒春半岛这边
所有的老老少少应该都能够朗朗上口，书啊、香啊、K， 对不对？这个连我都会了，这样子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地性的一个非常那个用戏故莲娜，然后就把它传唱他生活的日常。报道风声小棒伴10月24要伫台北花圃公园免费公演，户外嘛有大卫兵的转播，好无一张票的民众嘛会当做伙欣赏。透过这个艺术节，去集结了艺术家、设计师、学校、社区，还有在地的 NPO，大家一起传唱这个屏东的这个在地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屏东这个在地艺文的能量。自2018年扩大办理的报道歌谣节，今年的系列活动7月9日伫台北出台。主办单位除了将屏东的民谣表演刷来台北，嘛要邀请大家去恒春半岛感受落山风的歌声。阿嬷，咱的做伙唱好世界听。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基文看榜来去嘉义市，嘉义市母基文化教育学会的总干事张志宏，规工拢伫学校内底教学生囡仔台语。伊讲嘉义虽讲伫咧南部，毋过会晓讲台语的时势，即马嘛是哪来哪少。而且传统的教育方式无法度互囡仔介意讲台语，所以伊改变想法，用开讲的方式来教台语。你有听，你会晓甲因回答来讲。老师替国小2年囡仔上台语课，课文拄好讲到豆仔，老师就互囡仔自由发挥，讲出因熟悉对一种的豆仔。绿色，咱台语是讲青色无问题，但是安怎？但是你伫遮绿豆比较习惯讲的就是像志荣讲的绿豆，志荣，这敢是老师甲你教？阿嬷教的嘛，对无囡仔会当等于因兜，甲因兜的许多人讲台语，安尼咧有比较就会较紧。总干事表示，嘉义是南部县市，应当台语的环境会较好，但是因为是住伫厝内拢讲华语较济，学校搁安怎教，囡仔嘛无练习讲的机会。母语的教育就会变做亲像英语同款，欠缺讲的环境。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其实拢讲台语，但是伊和囡仔讲话自然会要用国语，因为小朋友可能来到学校，也感觉用国语咧讲较顺。家里大概都在跟你讲什么样的语言？在说国语。在教国语。对。那像这样说练习台语的机会？只能在学校学。除了国小的学生，总干事嘛有甲各中替学生上课，也毋过因为是社团的课程，为着吸引着学生的兴趣，上课的过程就亲像你讲笑亏。新牛要进，新娘要出嫁，头西行。伊的答案就是叫做啥物？毋是鸡身，或者叫做架身。学台语会当家中的人讲话。要学更较侪袂晓的物件。所以讲，你感觉你有学到吗？有。你包括一寡佚佗物啊，咱嘛听过用安尼甲讲啊。所以囡仔伊的接触坐了后，伊对这个产生兴趣了后，伊就继续要甲你听落的迄个理由。因为家己的各中学校拢无语言的课程，所以学校拢有成立社团，希望会用提供学生学习母语。大部分的学校都以社团的形式去做推广，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在社团的时候每周去做母语的教学活动。我感觉咱的母语吼，咱本身咱台湾人的母语拢是歹，嘿，所以这个课我感觉会用加较侪囡仔来学习的。母语文化教育学会表示，目前台语的教学拢有伫推广，但是学习的环境袂应只有伫学校内底，内容嘛无应该是强调课本的课文，应该爱建立讲的环境，互母语会使用较自然的方式传互世世。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世界乡亲，咱来去法国巴黎的塞纳河边，迄个所在有3公里长、二手车的古册塔，是巴黎独有的人文景观。啊，毋过网络较发达啊，所以较罕的有人伫踅册塔。册塔即马已经减到剩无1/3，加上即马受疫情影响，并无观光客行脚到，一寡册塔强要倒重。透过巴黎塞纳河，两花自罗浮宫到圣母院。
3公里的古珠塔，是全世界上大的户外酒店。来巴黎游客一定会来这细细的看，敢会当找到宝。真侪以巴黎做故事背景的电影，拢会用古珠塔做背景。Et les scènes sont indissociables de la présence des bouquinistes. C'est à la fois une œuvre poésie, une œuvre historique, etc. On peut pas, c'est comme si on enlevait la Tour Eiffel ou qu'on démonte Notre-Dame de Paris. Enfin, c'est les bouquinistes, c'est un personnage incontournable de la mythologie, de l'histoire et puis de l'avenir de Paris. 伫只菜单一期是5年，由市议会决定，无需要租金，掩过有一寡规定，像是一礼拜上少的营业4天。这人客有真侪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掩过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了，观光客变少，落的拢无啥人。真侪古珠塔业者伫遐收费工无卖半本子，而且因是资商，毋是观光产业，无法度申请疫情灾害补贴。而且真侪人即马买厝拢是自网络订买，所以古珠塔自2年前的900塔，到即马即间村227塔。Au monde, vous n'avez une librairie à ciel ouvert de cette importance, ouvert tous les jours de l'année, parce que nous sommes ouverts 7 jours sur 7, on peut ouvrir tous les jours, on est notre propre patron. On peut vraiment, c'est du 1er janvier au 31 décembre, sauf quand il pleut ou il neige, évidemment là. 2年前，卡莱甲250位工业发动甲巴黎古珠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庆祝活动，来保存并且改善古珠塔的生存环境。像因边塞纳湖，伫199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澳洲是提出严格的边境管制，即马嘛成做世界上少数连公民嘛互政府禁止出入的国家之一。至少有25000个澳洲人即马互留伫国外。今年2月，住伫咧雪梨西部的这对翁仔某，带3岁囡仔派出去登记看守的家乡越南，甲外公外妈大。迄当阵澳洲只敢若对中国关闭边境，无想到讲1个月了扩及到所有的国家。越南也采取同款政策，国际航班差不多拢停落来，到即马拢无法度甲囡仔接待。He's speaking a lot more Vietnamese than English now, so obvious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I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We can be there. The boy I took to Vietnam with the boy now is totally different. 被迫留伫咧国外，有人无头路，有人看不到亲人最后一面，有人破病，有人生囡仔，有人无钱通行，甚至是翕家心理出问题。大家拢想要转去，不过政府坚持要确保检疫系统完整，加境内社区的安全。根据防疫准则，即马航班每一抓袂当再超过30人。航空公司优先处理商务舱加头等舱的需求，表示你若无加价升等，可能就被取消机会。国家强制带防疫旅馆爱家己付几落千澳币，手头较安的人实在无才调。What is not lacking here is a capacity to bring people home. All that is lacking here is national leadership. We need to remove or raise the caps and let more people per flight and just get people home. And now, not just before Christmas or after Christmas or next year, but now. 到即马一个调伫咧国外的人，想要转去家己的厝，唔知抑会等偌久。所以即马有各种请愿运动，有人向国际特赦组织请求援助，甚至考虑对联邦政府提出集体诉讼，因为国家袂当拒绝家己的公民入境，安尼做违反国际人权法。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即马当地举办意大利查某画家阿特米西亚的回顾展览。这个17世纪巴洛克时期欧洲上杰出的查某艺术家，伊伫17岁的时出面指控伊画图的老师对伊性侵害。迄个时阵，毋但无受到保护，颠倒受酷刑，这嘛是艺术史上有名的事件之一。古艺术史会使讲完全是以男性为主的历史。女艺术家真正是真罕快，伫咧意大利罗马出世，伫咧佛罗伦斯穿起来阿特米西亚真谛来世。40年画图的生涯受到欧洲艺坛侮辱，毋过伊过身了后，作品却拢无去互注重，几个世纪拢去互人看轻。有当时佫去互误会做是巴洛克大师卡拉瓦乔的作品。一直到顶一个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来，女艺评家重新找出阿特米西亚的图，外界才有机会认捌这个17岁就伫画坛出头天的天才女画家。
阿特米西亚画图的风格真优，而且真有戏剧效果。伊甲对男性观点出发的故事，用女性的角度甲伊画出来。伫真有名艺术家庭出世的阿特米西亚，阁是艺术史上有名恶霸性侵事件的女主角。伫咧少女时期，去画图家教塔西性侵。伊为着要公布这项恶行，必须伫咧法庭当塔西的面来接受叶砖头的酷刑折磨。记录1612年5月份迄件性侵官司，阿特米西亚一直讲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法庭证词。即届嘛伫咧国家美术馆头一届对外公开。We have to remember this is taking place in front of Tassi, who raped her. And she sort of quips, whilst she's being tortured and these ropes are being bound around her fingers and tightened, she turns to him and says, this is the ring that you promised me, this is your promise. 国家美术馆总共展出30部阿特米西亚的作品，佮加上文字的手稿。有机会亲身来现场参观的民众，会当具体感受到阿特米西亚的作品。这个巴洛克女画家作品的强度佮力头，无任何男性画家会当创作出来。登记到2020年的10月份，一直到2021年1月24。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受东北季风增强甲风态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今仔日天气较凉，暗过水汽已经比昨昏略略减少。等我入秋了后，头一波的霾害今仔日会开始影响咱台湾。伫北部、中南部空气品质拢是感觉式的提醒，空气无啥好。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请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